举双手敬拜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。阿门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愿主你圣贤来充满伫你家己的圣殿内，我今日用暗即时的敬拜，有所有当真敬拜的兄弟姊妹，会当入今仔日的圣殿，伫你的圣贤的内底，来甲出你来亲近，主给你圣神。运行伫阮的中间，做这个敬拜，互人追求你的心，主你的听进入伫人的心内。至圣的上帝恳求你，至圣的上帝恳求你，伫阮中间做工。有每一个对你有较无的人，因亲自伫你面前来祈祷。敬拜你主。
亲爱的姊妹，咱同心来敬拜。咱用祈祷、用学乐来进入咱的上帝的圣殿。今日神的同在，站立在主前，唯有他配得我们敬拜尊崇，千万天使环绕，拜在主座前。齐声赞美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今日兄弟同在，兄弟并肩。咱的敬拜尊重，千千万万的赛，敬拜的主座前，听那手作的，拢来屈嘅敬拜。相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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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在。相
高永永远远。但来到你是阮宝座前，我要献上我感谢。你为着我的罪，定时伫十架，流出你宝血，为我主我担来到伊阮宝座前，你献上我感谢。你对世来过活，也过世是关系，受死我活命。主，我要搁鼓你生命，对大地到永永远远。你受死奇妙的疼痛，要被输出天间的人。主，我要搁鼓你生命，对大地到永永远远。主，你要做了你，我要感谢你，对大到永远。但来到你是阮宝座前，你献上我感谢。你为着我的罪，定时伫十架，流出你宝血，为我主我担来到你是阮宝座前，你献上我感谢。你对世来过活，也过世是关系，受死我活命。主，我要搁鼓你生命，对大地到永永远远。你受死奇妙的疼痛，要被受死的干的人。主，我要搁鼓你生命，对大地到永永远远。主，我要学了你，主，我要敬拜你，对大到永远。搁鼓你生命，对大地到永永远远。主，我要学了你的疼痛，要被受苦的干的人。主，我要搁鼓你生命，对大地到永永
求你来一定。耶和华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要行治水。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，我要行治水。虽然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，我的心也无惊吓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犹原自在。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，我犹原旨意爱得到。就是一世人徛起伫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阳光，照伊的殿。因为患难的日，伊要暗前保护我。你的布棚内，将我藏伫伊布棚看捌的所在，举起我伫石盘顶。当我的头壳得到举起，较悬伫我四面的对顶，我要伫伊的布棚献欢喜的祭。我要吟诗俄罗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求你出声，我出声求叫你的时，求你听，搁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。你捌讲，恁着寻无见我的面，迄时我的心要对你讲，耶和华，我要寻无你的面，毋通对我黄你的面。毋通受气来赶你的奴仆，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，救我的上帝啊！毋通放杀我，也毋通离开我，因为父母离开我，耶和华要收留我。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出我，因为我对得缘故，带我行平坦的路。阿门。咱亲近上帝圣殿，来领受伊所赏赐咱安静的心。安静入我心，深深知影你是我上帝。丰盈，予我心是永壮，伫我身边，伫风迎平静。安静，予平安入我心，深深知影你是我上帝。丰盈，予我心是永壮，伫我身边，伫风迎平静。我无惊，我永远要敬拜，你陪我行永远所在，充满恩望，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充满稳定记号。我无惊，
的敬拜，就陪我行永远所在，充满恩望，我一生的敬拜，生命充满稳定记号。行永远所在，充满恩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充满稳定记号。救主垂听，听我呼求，应允我祷告，我全心爱你主。主垂听，垂听我呼求，应允我祷告，我全心爱你主。求主听我祈祷，恳求主听我祈祷。恳求主怜悯，怜悯我求求。心爱你，恳求主怜悯，怜悯我求求，永远我记得，主我专心。爱你，
主啊，求你用你的疼来充满阮。恳求圣神，将主耶稣的疼充满伫阮的兄弟姊妹因的生命中。主恳求你将你的疼充满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心内。主耶稣，阮较无你的疼，你的疼带来幸福的感觉，你的疼带来医治的快乐，你的疼带来透放的权柄，主你的疼带来温柔甲平安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。亲爱的姊妹，咱伸出双手，咱邀请咱的主耶稣，咱对伊讲：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求你怜悯我。主耶稣基督。上帝独生子，求你怜悯我。主耶稣，我的疼无够额。主耶稣，我的生命需要你的疼的扶持。主耶稣，求你还手伫我的心。除去孤单，除去受伤的受气，主耶稣，求你还手伫阮的心。主耶稣，求你还手伫阮的心。主，当阮伸出双手。恳求你的是，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求你怜悯阮。亲爱的，这咱拍开咱的手。来领受，来仰望，来欢迎。咱大大开嘴，咱伸出双手，咱求咱的主耶稣为着咱拍开伊稳定甲怜悯的门。主耶稣，这时，既然恩你。举手，对你来领受的阮的兄弟姊妹，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求你亲像日出的光，进入阮黑暗的心神。主，求你亲像日出的光，照入伫阮兄弟姊妹的厝内。亲爱的姊妹，奉耶稣的名，领受羊羔的保护，咱伸出双手，
咱恳求主耶稣用伊的宝血，灌压伫咱的生命中。咱甲主祷告，长发关心的疼，主耶稣，求你用你的疼来扶持我。亲爱的兄弟，咱将咱的手交叉放伫咱的胸前，咱恳求咱的主耶稣亲像抱羊仔囝，咱恳求主耶稣今仔阴暗，甲咱抱条条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求你怜悯我。主耶稣，求你抱阮伫你的胸前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阮同心祈祷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无论是病痛，无论是失志，无论是忧伤，无论是惊吓，无论是受气，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求你用你的疼来透放阮。亲爱的姊妹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恳求圣神将天父上帝的疼灌压伫咱的心上。主耶稣，阮提开阮的双手，阮纪念你的十字架。主耶稣，阮将阮旧的活命甲你同定伫十字架顶悬。主耶稣，阮伸出阮的双手，亲像顶十字架。主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旧的人伫你的十字架顶悬，来得到医治，得到赦免。主耶稣，对今仔日开始，阮要抬头天上。主耶稣，阮要亲像你的十字架荣耀。主，当阮向你提开双手，恳求你的疼，对天父上帝施恩宝座前，进入我的心内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。主耶稣，阮决志每一日要亲像十字架，伫这个世间来代表你。主耶稣，帮助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当因决志要为恁来活的是为你来活的事。主，你的圣神扫除黑暗，因为你若来，黑暗就离开。主，阮感谢阿罗你。因我
主啊，主啊，要为着阮的姊妹淑珍老师来祈祷。主，你伫今仔日带伊倒转到天堂的所在，伫伊一生最后病痛的时，主伊欢喜认你的名做你的查某囝。主，你予伊带着安静，勇敢面对伊家己的哀莫。主，愿伫伊的信心顶悬，来看见你的疼。主，阮要恳求你接纳伊的灵魂，但是天父上帝，伊有一个大学1年的查某囝，伊有一个26岁的后生，两个年轻的囡仔，都爱负责妈妈的个别色。主，这两个囡仔，求你怜悯帮助伊。主，当因失去老母的时，求你用你的疼来医治伊。主，今仔日阮恳求你用你的受伤顶住的手，用你的疼来抱阮的心。主耶稣，恳求你先将这份的疼收束给这两个囡仔。主，听阮祈祷。主，阮为着乌克兰来祈祷，这个国家用要全片要土地，拢予炸弹吞踏，死失遍地。主，人类最大的悲哀，就是永远袂记得战争的邪恶。第一摆世界大战，第二摆世界大战，拢无教人类谦卑沉湎的功课。主，求你听乌克兰死失的家庭，因连好好埋葬因的亲人都无机会，因连好好来安葬因的亲人，都无够野的梦远甲愿望。主，求你怜悯这个国家，愿用主耶稣基督的性命刺激迄个邪恶的军事，愿用主耶稣的性命刺激黑暗的政权。邪恶的军队，主，求你家己掌权，主家己怜悯，主，求你按耳孔听因的祈祷，主，求你按耳孔听乌克兰的老人为着因的囡仔祈祷，因的囡仔为着因的父母祈祷。主啊，怜悯这个国家，听因的祈祷。
稣啊，求你怜悯阮，更加怜悯伫世事中间的人。感谢主怜悯我求叫，怜悯我求叫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声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灭死，就叫阮脱离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亲爱的姊妹，平安，愿主耶稣的疼扶持保守，互咱的生命充满伊所带来的祝福，平安。